最近天气的变化，这疫情是愈来愈严重。不管是流感或者是肠仔病毒，都出现真侪重症的个案。刚若顶礼拜就10例流感死亡，也有一个拄出事院啊，因为这肠仔病毒来过用。提醒家长注意，热天流行肠仔病毒，伫咧寒天也出现流行期。疾管署表示，国内增加一个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案例，是中部一名1个月大的查某婴仔，累计今年有19例肠仔病毒重症，内底有9例死亡，是最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。顶礼拜肠仔病毒看病人数有11223人次，比前一礼拜增加3.9%，也超过流行季的11000人。疾管署提醒，肠仔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。伊科11型的这个肠病毒最主要是侵犯的是新生儿，那造成的症状呢，就是可能是这个肝炎、心肌炎啊，或者是脑炎等等的，就是全身性的症状。过去几年确实也有在入冬以后才进入流行期的一个情况发生，大概是2016跟18年。还有2024。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阁拖4个月过，爱到休寒才会结束。另外流感的部分，因为日本、韩国流感疫情真严重，疾管署也建议要出国民众爱注意。尤其呢，我们的一个邻近国家日本、韩国还有中国呢，流感的一个疫情呢都急速的一个上升。那也可以呢，在出国前2周呢，跟医师呢做一个讨论，自费接种流感疫苗。疾管署表示，虽然国内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有比顶礼拜阁降9.1%，但是流感重症的死亡个案也增加。顶礼拜增加42例流感重症，10例死亡。重症当中，阁有95%是无注意放射的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